妈妈，我看到一只刺毛虫。倒位？迄是刺毛虫对无？你看足侪刺。哈，阿母讲要带阮去看足侪岩生草，行？细字哦。哦，这足侪岩生草，咱慢遐个好吧？再食吧。等我一下。酸酸。好好食阿姑。嗯。我有食过这啊，迄就是正常咱细细时阵有迄时啊，迄酸酸的。对，哇，这个迄叶啊有刺呢，我拄则插着你看。你路恁行，你松林内底行的时阵爱较细腻的，有时迄有刺。啊，你敢知岩生草下骹有迄水晶菜头？你敢有学着过？来学看卖好吧？啥有学着？你有学着，我来学看卖。一点点啊，这，你看，一点仔敢有食？水晶菜头。就是。哎呀，水晶菜头就是水晶的。对啊，安尼白白对吧？爱有生菜头对吧？我来学看卖这张有吧？你甲我倒客一下。这个无，哇，这个无，这个无，看卖这张呢？张看卖，这上细张，咱搁去找看卖。今仔遮的水晶菜头足少的。这若是你伫山林呐，啊，你的地拢啉了啊，你做喙焦的时阵，你就足需要岩生草，因为伊内底有汁对吧？啊，搁会互你酸酸有喙烂，啊，你的身体就有水分会使补充，所以你爱熟悉这种草啊哦。这是乌甜啊，乌甜啊，你看伊这有经济这，伊的果子。这即摆是青袂使食，啊，毋过伊若是变做足乌的姜仔色的时阵，就会使食哦。你顶间有食着无？就是这就是乌甜啊。啊，这叶仔细汉的时阵，我的阿嬷就是你阿祖，会起来煮糜。这粒，我袂，要安怎？敢若一粒，要安怎？安尼，阿姑我等下去找互你，我找。妈妈，又是粒目球。目睭，迄是甜仔真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乌甜仔菜啊。对啊，哦，足侪只呢，安尼已经4只。妈妈敢会使吞？会使，全部吞嘞。有甜甜吧？是甜的了吧？迄会使吞真正的。我细汉最爱食。无是咧，我袂使吞啊。对，好食。你讲，好食对吧？下骹佫有一张乌甜仔，咱去看卖，看佫有通食无？社会高台语。刺毛虫，刺毛虫，姜生草，姜生草，乌甜仔菜，乌甜仔菜，补一个就会使吞，补一个就会使吞。